后来乡亲也讲现报哦，第往来的纸箱啊，竟然是比往来也搁较贵哦，这是啥物情形呢？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到立法院质询，讲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海外运输的成本增加才会安尼。另外，针对着超大的议题，啥物时阵要甲环保团体来讨论呢？陈吉仲无正面来回应。 中国往来禁令继续断，互大家拢伫咧网络买往来。不过纸箱啊，唔若无够用，阁比往来贵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安尼解说：纸箱的成本有增加，不是只有针对农业部门，是因为从去年的 COVID-19 开始到现在，那许多的运费大幅度的成长。 讲运费变贵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不过最近因为往来引起真侪争议。平面媒体报道，话往来一粒起到100，敢真正有影？拍卖价格是每公斤33块左右，一颗成熟的凤梨大概平均在1.5公斤，所以到批发市场的这样的价格是在50、60块左右。 实际来菜市啊，介绍起无偌济，民进党立委柯基荣质询的时阵，佮摕网络顶的资料，自己介绍红压价。大概我们卖的价格都是一箱，10公斤装的是500元。那可是有一些电商业者呢，可能是为了促销吧，我们把它往好的方向去想，他把这个价格要到399。大树很多农民反而告诉我们说啊。 红来免还热了，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要准备5、6月开始，包括荔枝、芒果，也可能也大出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在眼里，从行销、外销跟加工这3个角度来同时并进。另外，赶快防受到注意的海草打议题，今日搁请环团来对谈，陈吉仲讲回应会和各部门继续讨论，无正面回应。不过面对环保和能源的议题，要安怎两边拢各会交全，这只是政府爱做的功课。